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4242例本土病例，40来人死亡。疾管署嘛呼吁50岁到64岁健康民众赶紧去做流感疫苗。巴拿马一只在阿文图的货船当地中化外海失事，12人失踪。中岛嘛传出17国道1号接3号山架放弃。过来研究发现，讲鸟鼠啊长期接触 PM2.5污染物，肝甲腰子会造成伤害。这研究嘛刊伫国际期刊。新闻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是增加34242例本土病例，有40来人死亡，其中有一个30多岁查某人有慢性病，做过4档的疫苗，嘛是个不幸胃着病死亡。另外，确诊隔离甲会当缩短做5天。王必胜是讲，等下明仔载专家会议开煞，就会来公布。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34242位。好，那当然是比起上个礼拜的礼拜2，好39000多例，好那是少了大概12.5%。我目前的疫情好还是往好的一个方向来发展。好，那境外移入的部分，好在昨天我们新确认了32例。今天我们公布46例的死亡个案，年龄也是从90多岁到30多岁。那这30多岁的有一例是一个有神经系统慢性疾病的一位女性她曾经接种过总共4剂的疫苗。昨天的高端疫苗它公布，我们在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就是也是昨天就有说明过了。那每剂的这个平均价是840元。再说一次，不管是赠送的或者自购的 BNT， 或者是我们自购的莫德纳的单价都比高端这个还要再高这样子。那至于5+0的事情，那我们是明天要开会那我们等专家的开会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相关的讨论。今仔是公费流感疫苗第2阶段开始做的头一天，这个阶段是开放50岁到64岁无慢性病健康民众来注射。去年这个会数的人注射率只有1/3，是真无理想。所以疾管署今年嘛搁再甲备场来合作，伫全台湾80间门市设注射站，来做疫苗就送1罐矿泉水加1罐1斤椒。早起还未到9点，就有未少民众去大卖场设的注射站注流感疫苗，还会当免钱领1罐矿泉水加1瓶金蕉。注疫苗唔但会当提升保护力，嘛用行动替在地种金蕉的农民来施打疫苗，我想有助于冬天提升自己的保护力。我是怕说这一波的传染力很强，因为我没有打过，这是第1次。今年公费流感疫苗第2阶段为11月7日开始注。注的对象是50岁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民众，因为永年50岁至64岁的民众，流感疫苗的注射率是上低，尤其是去年2021年注射率敢若13.4%，是5年来新低。所以疾管署今年搁一届甲大卖场合作，伫全台湾80个门市设注射站，呼吁民众来注流感疫苗。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族群的失种率拉高。因为这个族群毕竟是我们家庭最主要的支柱。疾管署表示，最近国内社区流感病毒的活动力加悬，以 A 型的流感为主，加上咱国开放边境，估计今年流感会大流行，各方期会伫明年新正去卡刀。若要预防流感，上界有效的方法就是注疫苗。今年公费拢总采购630万剂的流感疫苗，高达已经注371万9千ton去啊。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汉翔等11间航太厂商今仔举办 F-16维修中心的成果发表，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到现场了解，针对 F-16战机103项的系统零件，国内厂商已经会当来提供维修的服务，这嘛显示咱台湾的国防自主的能力。为着落实国防自主，政府甲民间单位伫咧2020年8月成立 F-16维修中心，为战机打造产业供应链。1号即天是举办成果发表会，总统蔡英文是亲身来了解在已经合作厂商维修零件的细节。所以它的单价非常的高，而且它的交货期非常长。据我们知道，我们要等这个组件，等自从下单到拿到，至少要1年以上。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发空军适函认证，予汉翔公司甲华航等等的企业，感谢因已经提供 F-16战斗机103项系统零件，省落来国防经费740多万块。伫咧中国威权主义扩大的时阵，提升战斗机的正常良率，确保台湾空域的安全。
满足我们战机自主维修的能量，缩短战机维修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是建立国防产业供应链中的重要工作。这也是2年前政府民间合作成立 F-16维修中心的目标。蔡英文强调，增加各机各组的实力，后勤维修相当的关键。F-16维修中心以汉翔公司为首，协同国内航太厂商共同来做国家队，壮大台湾国防的能力，也让国内航空的产业愈来愈好。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带团去帛琉进行3天的访问，会甲帛琉总统会树林来见面，要来完成总统交代的3项任务，促进两国的连结、各员工甲合作。另外，为着要深化甲国际的关系，跨党派立委嘛成立台湾甲意大利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希望用国会外交来促进咱台湾甲意大利的交流。副总统赖清德初早起带团前往帛琉，要进行2暝3天的访问。赖清德讲，这是台湾伫咧10月13国境解封了后，咱国头一届正式外交访问，要完成总统蔡英文交代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连结，不仅仅要直接连结帛琉共和国，我们在太平洋的友邦，同时呢，也要进一步的连结国际社会。第二个任务是观光，第3个任务呢，就是合作。访问团按算伫咧台北时间的中昼会到帛琉，赖清德要先去会见帛琉的总统会事人，接落来会访问帛琉的国会，还有出席新都道路工程的动土典礼。若初3，赖清德要见证咱国关棒球物资的仪式，这棒的球星吴金龙甲陈庸基嘛拢会参加。台湾要拼国际交流，除了赖清德去访问帛琉，咱跨党派立委嘛特别成立台湾甲意大利国会议员的友好协会。意大利经贸文化推广办事处的副代表嘛有出席，希望用国会外交来促进台湾甲意大利的交流。Our two peoples,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ll the interest to work together, and this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意大利是很少数的欧洲国家，有2个城市跟我们有直接的直航关系。那第2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意大利在经贸还有投资的关系非常的热络。意大利是我们在欧盟国家里面的第3大贸易伙伴。台湾甲意大利除了经贸交流真密切，佮再加上意大利的头一位查某总理梅洛尼捌讲过，台湾会是意大利重要的关注项目。两国的交流希望会当愈来愈深。伫咧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当中，台湾爱甲理念相悖的国家加强合作，继续伫咧世界舞台展现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两岸情势紧张，若是发生战争，咱敢有避难空间的规划咧？内政部长徐国勇今仔早起是表示讲，全台湾有10多万的防空避难所，空间应该有够。刘毅嘛正关心讲，咱敢会当来比较瑞士的防空避难所，提供14天生活必要的水甲能源，嘛有辅助的设备。徐国勇是坦白讲目前咱个做袂到，也毋过会继续拍拼。两岸情势紧张，当战事发生，民众需要觅伫避难空间。目前全台包括民间地下室，当中有10万外的防空避难所。内政部长徐国勇挂保证，一定会当抵下落所有人。英国敢是比较瑞士避难空间，提供14天用水、能源准备、甲洗身躯的空间、清洗身上的辐射尘。徐国勇讲，也有部分的不足。立委追问，那防空避难所已经满了，现场什么人来指挥，避免发生南韩梨泰院大规模烧客事件？因为大家都是惊慌失措了，一定的啦。我们就是希望不要惊慌失措啊。对啊，所以产生这种状况就会发生这个。那这个可能在人数的方面，现场指挥会是谁？现场指挥会是谁？当然是他们的管理委员会了哈。这一栋楼的管理委员会吗？因的管理委员会啦，甲相关的咱的民防组织啥的，拢总爱出动。徐国勇表示，民防演练的调集人员部分年纪偏大，会精进改善。另外，替代役部分要求补助24点钟的紧急救护、EMT 馆教育课程，也加入打靶训练。一旦战时动员，
会当就所属工作地进行进一步分组。另外，国防部推动后备战术，主要招募退伍的志愿役，利用拜六欢迎训练。国防这期成效无好，明年海空军的招募需求只有37人，陆军是无8人。后备战那个假日战士这个，我们是经过评估的。那海空军我们了解，它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的确有时候需要。那陆军这几年来做以后，他大概高专方面也有找过人，并不适当要找这些高专这个需要的人的话，所以他就没有做这工作。立法要求通盘检讨，陆军司令部回应，后备战士以科技专长人力为主。目前陆军飞行航管甲保守专长人力招募成长，明年起才暂缓招募后备战士。记者综合报道。11月2日特别选举，11月初5会有头一场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辩论会。之前卫生福利部部长试水员指挥官王必胜，佮发言人曾玲祥，第27暗时互发现讲去陈市长的竞选总部，外界是讲因可能是讨论市长辩论会。黄珊珊嘛质疑讲，伫因自会了后，就向公布高端疫苗采购的计划。也毋过，陈市长办公室总干事吴思瑶是批评讲，唔通全拢是政治的嘴烂。好，1号谢国良，好。那1手那比1号到3港邮票，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再去教会人加共党的候选人谢国良决定扫街拜票。针对卫福部长谢水元，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加发言人曾仁祥27暗去陈市长的竞选总部，互外界解读是为市长的辩论会做准备。不管是准备考题，还是帮高端写剧本，其实都不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去救，突破了民进党不断的创造的下限，而且也完全超乎人民的想象。他们拜访完之后，高端就突然间公布价格了，这个我比较觉得好奇。这个东西不是要封存30年，而且是高度机密的吗？如果有用的，多少钱都值得；如果没有保护力的，1块钱都嫌贵。这么选举的国防焦点也是伫咧疫苗采购合约方针30年。高端伫咧30月公布过去争议真久的疫苗采购计划，平均每一剂是840块，公布的时间正引人注意。但是中竞选总部也做出回应，要求高端要公布更多的资讯，这不是蓝白你们一再呼吁的吗？怎么当高端他们自主愿意对社会来揭露相关的讯息的时候，你们反过来做一些无限上纲的政治口水呢？投票日子就要到啊，各阵营为了将要进行的辩论会伫咧做准备。但是中伫早起无公开行程，受竞选总部的每港新闻记者会提出质疑。对此，黄珊珊认为，立营安尼始做是选举的步数，讲若是有资料就提出来，莫逐工拢会咧乱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中有3件民调、亲调的灰啊涉破去。昨午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就去国中来看调查报告，伊讲又接到定情，讲这3件文物应该拢是人为的疏失，所以要求国中爱公布调查报告甲监视器的画面。国民党的立委陈立实也要求行政院赶紧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真相。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讲，国中必须爱解释互清楚，嘛搁来深入研究，看敢要来成立专案小组。国中伫咧最近2年内有3件国保的灰仔器损害。国中公布初步的调查报告，提出4场国中工作人员伫课房内面检查文物派去的监视器画面。不过，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质疑讲，有民众定情是人为的疏失，要求国中爱公布调查报告加监视器的完整录影。如他们所说的前2案是打开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损毁，如同他提供给我们的报告资料的话，那应该要把相关的影片是让大家清楚的能够知道，他的确是开箱的时候就有，而不是只有透过报告方式让大家理清而已。因为的确我们也接到陈情人表示，他这前2件可能也是人为造成的。时代力量希望国中爱完善同步机制加处理流程，并且改善文物的管理加课房的环境。国民党立委陈以诚是质疑，国中无伫第一时间就进行行政调查，涉嫌暗砍实情，要求行政院成立专案小组来查明真相。事发的照片为什么消失？双龙小碗破碎的照片不是第一现场，第一现场照片是被隐匿。
整个的行政调查为什么拖了3个月以上？事实是怎样，然后查究责任嘛，哈，这一方面他应该把它交代清楚。你说国人也在等待嘛，那这个交代清楚。另外，我也会来了解这怎么一回事。对在野党这期国强，敢若是涉及红磡国宝毁损的情形，希望行政院遂成立专案小组。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国强应该对外界解释清楚，等伊进行了解了，再来看是毋是成立专案小组的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开超过120亿美金，要伫美国亚利桑那州来设12寸的工厂，12月初会来举办头一台机台刷机的典礼。美国总统拜登嘛亲身来出席。台积电嘛传出讲，要甲2奈米以下制程的工厂设伫新竹科学园区的桃园龙潭园区哦。也毋过，竹科管理局是表示讲，龙潭园区哦目前已经无土地咯。台积电传出讲，2奈米以下制程将会伫咧新竹科学园区、桃园龙潭园区。不过，竹科管理局回应讲，龙潭园区已经无土地当出租，若是厂商有产业发展的需求，会协助办理。对此，台积电回应讲，会继续伫咧台湾投资先进制程，一切拢以公司的对外公告为主。台积电也有讯息说它要落脚桃园，这个就是对桃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将来真的要落脚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在选举的时候讲这个事情，它的用心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有知影内情的科技业人士讲，两科各大3期，怎么也有包括征收明梯、明地，也有水电供应的问题。若是台积电想要伫咧两科恐惊也怪等几落年，将会用政治力介入，速度才会紧。另外，台积电也佫开超过120亿美金，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设立12寸晶圆厂，将会伫咧12月初举行第一代机台移机典礼。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将会带要甲300位高阶主管去。美国总统拜登团讲也去参加，只是半导体景气怎么无好，传出讲有3奈米制定的大客户临时取消台积电的订单，也和两边下收资本支出的台积电情形更加歹。对台积电的获利应该都还是一个正面影响，但是对股价会有一个负面影响。明年在半导体业确实会有面临到供过于求的一些压力，那么所以在明年呢，国内半导体的产值的年增率恐怕呢会落入到这个个位数的水准。专家甲学者有估，半导体产业有关产销业的表现，可能呈现持平或者是小幅度的衰退。除非是库存去化问题会当解决，才有希望会当回升。记者综合报道。投资人咧等待美国联准会这礼拜公布利率，外界视股应该会阁起3码，所以今仔早起台币换美金嘛阁再落价。也毋过台湾股市今仔是又阁继续起哦，嘛已经阁重回13点咯。新台票继续跌落，这礼拜美国联准会要阁起利息3码。早盘股汇拢落，新台票换美金开盘落3分，以32.24块开出了后，落盘32.3块，盘中捌落到32.312块，落1.11角，目前又转来到32.294块迄卡刀。现在股市不好做，那我们也发现这个资金其实是流往这个美元，不管是定存或是一些美元相关的投资产品，除非真的大家对美元的看法转变了，要是台币应该还是会维持弱势。就伫美金强势甲日钱出走相平的影响之下，新台票10月份累计已经大落4.67角。外汇分析师表示，联准会利率态度甲市场对美金未来的看法，其实拢会影响资金的流向。美金若持续强势，明年顶半年台票要大起是较恶，短期内会维持32至32.5块之卡刀。也若台股早盘小可开价，伫价档尾盘入场的情形之下，又加走悬，指数重新徛起23000的大关。富国新山台积电捌小可有落，上价到386块了后有落较少，盘中股价由乌反红，目前伫咧391块底起落。ADR 也是小跌，结果今天台积电表现还算不错，股价如果没有跌，代表说之前的股价下跌已经充分的反映这相关的利空。另外，受到全球股市大落的影响，拖累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搁再创下新低。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规模5兆5579亿劳动基金，到今年9月底评价后的收益，大幅度亏损5124亿6千万，累计亏损的金额会搁创下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
伫11月11日，网络平台甲百货公司拢会推出真侪优惠，也毋过今年受到通货膨胀甲新利息的影响，今年的双11买起可能会较歹咯。前2档嘛，因为疫情，网络购物也就是成长真侪，也毋过即马疫情转好，实体的消费应该会增加。国内外各大店家实施好康优惠，像讲双11上机，因应世界各国陆续开放边境。网络电商 PC Home 除了国外订房甲机票销售今年成长10倍，今年还佫推出代办护照服务。除了3C 期望，生活用品也有明显成长。开始头一礼拜，平均客单量成长2成。网络家庭，我们自己也有旅行社的服务，所以我们有代办护照，然后当然还有机票跟订房的服务。在这个部分，因为解封，我们看到非常强劲的业绩成长。电商龙头某某富邦门目标也变成长10%。虾皮购物也头一摆联手台湾好行推出促销活动，也毋过中华品牌再造协会认为，佮加上前2年疫情关系，真侪消费者已经惯习用网络买物件，双11大档期对消费者需求已经无过遮尔啊强烈，尤其疫情转好。百货公司周年庆人潮回流，消费者更加愿意到实体消费。并且对消费者现在开始解封的情况之下，很多的产品的内容它其实会比较稍微偏愿意到实体去购买，所以那当然在这个看起来现在的这个初期，好像是个买气不是很旺，但是要看后面的发展。双11类似消费力安怎，也个有台电商交出成绩单，也毋过劳动部公布上新无薪假统计，失业人数17215人，比前一期增加963人。国发会主委姜明兴表示，受到科技、工业生产负成长、甲国际大环境等影响，预估第4季经济成长率应该会下修1点啊。今年经济成长率也将会下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只巴拿马咸水1号在阿门头的货船，装伫中华附近的外海，因为主机故障，暗时8点45分，船就沉入去海里咯。船顶17个船员，有5个人和另外一只货船救起来，另外12个人伫救命船顶头的等待救援，也毋过后来就失踪。海巡署甲空勤总队各个找找。空勤总队是表示讲，昨暗暝天气非常的歹。空勤总队虽然有派出直升机要去救人，也毋过无法度执行任务。目前新竹南甲台北南嘛拢加入救援，也毋过失踪的12个人，目前是阁还未找到。美国部分上好的大学，甲整组来做入学审查的条件，来确保亲像非洲的美国人伫学生多元族群的代表性哦。也毋过有白人学生是认为讲，这是一种反向的歧视，所以提出违宪的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将进行辩论。美国的最高法院是有9个大法官，其中有来是保守派，所以外界嘛真好奇讲，最后大法官会安怎来判定？美国排名正头前的大学哈佛甲北卡，被指控招生过程考虑学生的族裔背景，构成歧视。最高法院伫咧31辩论了要到5点钟。If universities are not racially diverse and your rule sugge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well then all of those institutions are not going to be racially diverse either. If you give a plus to a person who is falls within the category of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 but not to somebody else, you are disadvantaging the latter student. It is where an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is being made on a student's own talents, on a student's own achievements. So you're saying that race in and of itself has no eff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bsolutely not, Your Honor. Okay, then you would have no objection to an opinion from this court saying you may not consider race. You may consider other things. 哈佛甲北卡伫招生时阵，拢有考虑族裔背景的惯例，来确保少数族裔伫咧学生内面有充分的比例。作为少数族裔，伫咧传统上是指非洲的美国人。Brown versus Board of Education from 1954, a case that the Legal Defense Fund helped to bring to victory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state-sponsored apartheid in this country based on the subjugation of black people.
What we saw today was an attempt to rewrite history. 为营利学生组织学生公平联合2014年提出挑战，指控学校少数歧视亚洲裔加白人的学生，亚洲裔学生的分数则比其他族的更加悬，才反倒入去哈佛读书。两件案件伫咧下级法院审理时阵拢被驳回。验过即马，学生公平联合认为，为了保障倒台权重大判例罗素韦德案被推翻的前例，最高法院变做明显较偏保守派，积极平权措施。案件会当搁再试看卖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英国的环保人士因为不满英国政府按什么伫2025年之前核准超过100项新的石油甲天然气碳减排计划，所以伫万圣节一天引起4个地标地点喷柑仔色油漆，来表达因反对石化燃料的立场。英格兰银行的外壁发人喷柑仔色的油漆。伫万圣节即天，英国伦敦有环保人士去4个地标建筑物喷油漆，表达反对石化燃料出口的立場。因为英国政府计划伫2025年之前核准超過100項新的石油加天然氣碳減計劃。Our one demand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halts all new fossil fuel licenses, and we will keep engaging in these actions every single day until they meet that demand. Because we are fighting for our lives, why would we stop? 普拉莫伫咧10月中，也北去伦敦國家美術館對梵谷的圖畫噴他媽道歉，抑閣把手黏伫咧壁頂。因家即邊噴出的環保團體查自石油，攏反對石化燃料出口，包括英格蘭銀行、英國內政部，抑閣大媒體頭家美朵所擁有的新聞集團，伫英國的子公司加情報安全部門軍政5處的總部，攏互人噴漆。環保人士講，因為這款單位代表支持石化燃料經濟的政府、維安、金融加媒體。倫敦警察局伫咧事後也逮捕4個人。伫咧頂禮拜6的抗爭了，依然有部分民眾留來。德國的德塞夫勒省的聖索利納離島有一場幾落千人的遊行，反對法國伫咧西部區脫水設施用來做農業灌溉之間。結果示威者甲警方發生衝突，造成幾落10人受傷。法國內政部長達馬蘭宣布派幾落千名警力伫咧這個所在維安。不過抗爭的民眾認為，因無應該被形容是生態恐怖分子。Partout, le gouvernement considère que la meilleure façon de lutter contr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c'est de faire des bassines dans tous les coins de la France, ce qui est complètement débile, absurde, irréaliste. Il suffit d'aller en Espagne. 聖索利納的導水設施是按算要興建16個的其中一個，將去正大型的水窟仔用塑膠布砍掉的內面放水，用伫熱天降雨量較少的地區灌溉使用。目的是要大幅度減少熱天的用水量。不過有反對者認為，在一個可化情形之下會擾亂用水。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隨着風颱外圍環流，佮加上東北季風影響，這方面的北部佮有東部大雨是落袂停哦。今仔中晝嘛傳出講是指國道1號接國道3號山架放棄。對外面是當看到講高速公路的標誌往車道方向歪去，佮倒落來哦。邊仔的山架是放棄，佮好加載是無去對着車輛。國道第一大隊是表示講，伫11點17分的時陣，因接到通報，伫國道1號南向10.1公里的所在發生意外。目前主線2個車道甲出口1個車道，暫時是無法度通行。咱繼續來看雲林縣灣眾鄉的西莊村，今仔透早有一間汽車修理廠火災哦，因為攏是鐵鑿，佮有真濟油料，火是燒甲真大，點外鐘哦，火才拍花。有一個56歲的婦人不幸過往。海警小姐的通報趕來，現場已經全部燒起來，佮稱大量的烏煙，火勢一路拖去邊的3間鐵厝。初透早，民眾發現這間佇雲林縣長的汽車修理廠着火，各民眾掉佇內底。第一時間，有2個關係人有逃離火場。那據關係人表示啊，現場還有1名婦人，他們的媽媽還在火場裡面。那我們大概在1點50分啊，火勢控制之後，在2樓的樓梯左側大概5公尺左右的房間哦，那找到該名婦人，那全身焦黑啊，那明顯死亡。
等甲大火灭掉了，消防伫2楼的楼梯口发现56岁社区的妇人人已经明显死亡。徛伫外口等消息的后生情绪激动，佫想要冲入去火场内底，警消赶紧甲人救掉咧。也那导火原因，目前也在调查当中。燃烧面积大约400平方公尺。那1楼是汽车修理厂，2楼的部分是仓库，那也有住家使用的状况。那在2楼的部分来讲，发现很多废弃的一些润滑油、机油等等的易燃性液体。消防局也讲，因为现场囤大量油品，救人的难度增加，过1点钟才把火势控制掉。但婚姻这10天内已经发生2件火灾死亡的案件，呼民众厝内上好拢爱装警报器，万不离火灾发生的时，才有时间会负逃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昨发生规模5.0的地震，正用多兰川的农会幼林园，佮一寡徛街哦，拢受到破坏。这几天嘛，因为落大雨，包括环河公路，佮部分加油站、超市嘛，传出有土石流。乡公所是表示，今仔下晡就会甲路面拢变好清气。本来大家伫咧办公，突然间发生地震，农会员工少个工会生蛋的2个大卡比，一个人头5条的冲出去外口，好佳在拢无人受伤，不过真侪设备拢歹去。那个地震就像轰炸，被炸弹。伫2楼会议厅现场乱糟糟，天崩崩内，金管架啊甲电火是压甲规涂骹。10月30日下昼4点40分，台东县的东河乡发生规模5.0的地震，尤其是上方进入的多兰村灾情上严重。像这个也是啊，这里面那边也是天干架的问题。伫咧恒昌村的幼稚园，金管架啊也是真侪拢落来，电梯也个点掉的伫咧办公，真侪电脑也歹去。想到地震发生迄当阵，校长讲伊当阵伫咧办公，是2个大卡比，好佳在迄当阵学生拢已经下课登去厝诶。伫地震过了后，这么多兰村的民众就来处理中间的问题。睡不着，怕到，然后又看到这样子，对啊，好心酸。地震桥国加上落雨，林先生规暗拢困袂去，这么规栋厝还个厝厝地板壁面拢有壁损，超过20公尺的冻土墙也拢规个崩去。厝外的便所甲已经涂骹也拢被挖空，这么也个无水无电通经。南屿国小旁边，除了台东本岛有灾情，伫咧离岛的南市也因为受到大火影响，包括加油站、超市甲环岛公路部分路段，拢出现土石流甲淹水的情形，正全力伫咧抢修。目前的雨是比较小了，那目前的话，整个灾情的部分大概预估到下午以后，暂时可以先抢通。南市乡公所讲，伫初一下昼下班之前，全部的路段拢会当恢复通车，目前是无人员伤亡，只是深受徛街受损，也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山大厦环工所甲高雄中间病院合作，互鸟鼠来接触高雄临海工业区的 PM2.5的污染哦。结果发现讲，这鸟鼠连续伫污染的环境5礼拜，因的肝甲腰子都会产生毒性，造成伤害。这个研究成果嘛，刊伫国际期刊。2.5的粒径把它做筛选出来之后，就会采集到这个上面。甲白色的离子放去咧 PM2.5采检本的机器顶悬，上无24点钟过，清重了后，扣掉白纸的重量，佮透过公式算出质量的浓度。中山大学环工所甲中间病院合作，研究 PM2.5对人体其他器官的伤害。除了肺胰脏跟心血管疾病之外，对于肾脏跟肝脏的影响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喂食小鼠大概是以我们现在在高雄的 PM2.5的这个水平了的浓度，然后大概是5个礼拜。中山研究团队出动4台机器，开1个月时间才收集完成，嘛创下头一个，甲 PM2.5拟做转阳性的萃出物甲残留的物质，结果发现2种 PM2.5拢会造成肝、腰子的毒性病变。这个研究结果嘛刊伫国际期刊顶悬。肝脏就会有一些发炎反应，然后一些氧化压力反应。那甚至在肾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早期的一些肾脏损伤的一些 marker 的一些标志，也有一些上升的一些现象。小鼠的肝脏以及肾脏，它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健康危害。过去 PM2.5 研究大部分发现会酸肠细胞，或者是造成心血管疾病。这个发现对肝甲腰子嘛会造成伤害，嘛显示空气污染不是单单影响呼吸系统。医师提醒讲，空气污染严重的时阵，除了心肺功能较歹的族群，爱较少出门咧。有肝甲腰子疾病的民众嘛，应该爱注意。
记者王周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有宜兰在地团体指控讲，县长林祖庙在做市长的任内发出1072件农舍许可，那所讲是无落实农地农用哦，宜兰县的农地就损失268公顷咯，所以要求县政府应该严格来管控。宜兰伫雪山棚坑开通了后，农舍数量就大大增加。明明是产地，却唔做实摕来起厝，造成农地流失，引起争议。宜兰文化协会指出，县府除了伫2017年大动作拆掉规间农舍，后来就还咧看县府咧稽查。文化协会质疑最近宜兰常常做大水，甲农地起真济阿门头的农舍一定有关系。盖房子之后，第一个它要填土，第二个要垫高。建筑的面积那部分的土地呢，是完全没有蓄水、吸水的功能性的。那在地卖厝的中人业者认为，农地流失的问题并无解决，而且高铁阁要通到宜兰，农地价少阁清悬，阁加上农地流失的问题，恐惊是无比严重过。从原本卖得到2万块就已经算很厉害了，那因为高铁这个议题，现在那边的农地如果没有9万块是买不到的。在地团体要求宜兰县政府严格执法，针对这部分，记者敲予宜兰县农业处长，并无得到回应。那县长林祖庙星期三表示会依法来办理。我们就依现行规定来办理啊。时代力量党团邀请宜兰在地团体甲代表公开呼吁宜兰县府强力执法，落实农地农用，嘛要求起农舍应该要遵守起伫农地上边仔挖路迄边这个规定，确保农地完整。那时代力量县议员参选人杨凤祥指出，林祖庙伫县长任内核准172件农舍，那阵全部拢无摕来做实，恐惊有268公顷的农地流失去。记者林静梅、王兴忠台北报道。来看宜兰的党的民众哦，长期拢争取讲要甲顺安变电所刷走，台电是表示讲未来会甲变电所改设伫室内，大概是需要62亿的经费，工程爱15档哦。嘛按算讲2024年特别动工，严格民众是认为讲拖上过久咯，嘛讲当愈紧完成如何？这个8公尺至10公尺高的电塔，踩伫东山乡顺安村内底，电塔不时发出来声音，互在地人是真困扰。至于这个顺安变电所，唔但影响市容，还佫会制造噪音，影响附近5000个居民的生活。在地人认为讲，这唔但互人唔敢住伫遮，嘛影响地方的发展。希望会当清扫，也是改造室内的。有噪音的。对，噪音也是一种考，对，也是一种考虑的。因为这哦，经过已经。遮久啊，我是感觉哦，即摆来地下化，将它地下化，陈主村长讲地下化，或者是室内化，甚至是迁建，哦，对整个都市的发展会是更好的一个取向。台电最近争取到经费，确定要甲顺安变电所改造是室内的。不过因为这是溪南地区电力的中心，嘛无其他的变电所会当来支援减轻供电的负担，干来当采分区分期来施工。工程总经费差不多是62亿，工期15年，按算2024年会当动工。不过在地居民希望讲，工期会当搁再缩短。所以我们在施工上，还有施工的范围、进出的动线，这些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这个部分都已经开始在着手做一个规划。那主要就是要确保我们整个变电所在改建的期间，可以确保供电跟施工的一个安全。顺安变电所起好到达已经50年，基地面积有3.5公顷，服务范围有到145000户。今嘛要改造是室内的，按算会起2栋建筑物，内底放电力设备。会当改善市容，也若资本的所在，买设置热能的都能设施，稳定在地供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市美仑溪边有一间日本时代的山拿事业所，内底有一寡日本时代的建筑。最近华人县政府文化局已经改登录做历史建筑了，林务局嘛提出5000万的经费要来征收。来到花莲市美仑溪边的金华街，围里内底的茶座老厝是1929年日本台湾总督府营林所兴建的出场所，战后改造山林管理所。伫1970年拆拆了后，就拍远，未少在地人拢真非真用心，希望会当活化佮重建的。还有将近80-90年的，非常头痛，因为不止杂草的问题，还有时候游民。那相信这个整修完毕之后，一定能够对未来的民权里的旅游深度更加提升丰富度。
县府文化局最近审议这两栋楼厝了后，将放下列为历史建筑。管理单位林务局花莲林区管理处将投入5000万经费修缮改造中华林园，佮邀请在地民众甲文书工作者参与，希望完工了后会当再现历史风华。那我们会希望它就是结合一个古迹文化，还有我们林业，比方说像一些国产菜的推广啊，林下经济未来的一些小农可以在这地方去做假日的市集，然后还有就是结合周边，因为周边也有很多的美仑溪畔的一些日式建筑群哦。事实上，修复中华林园伫2019年已经开始启动，第一期已经开1200万修复园区内的阿摩托洋楼。二期日本邦社的修复工程是有计投入5000万经费，整体工程完工了后无排除违法招标经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的8月，有2个台南的警察互歹徒杀死，其中一个警察是流血流伤过济死亡。但市政府今仔举办警察相关的教育训练，强调讲，伫第一时间若会晓指挥，还是做一寡创伤的急救，对救人应该会有帮助。台南市消防局的高级救护员现场指导，带上百位警员学习要安怎指挥，也有急救的措施。对，然后拉过来变成这样嘛。是不是刚刚这一条在上面的？好，用这一条再打在这一条上面，再打回来。今年8月，台南发生警察互人杀死殉职的事件。面对紧急状况的时阵，救别人甲救家己的能力是真重要，所以台南市府就替警员来举办急救的教育训练，包含了基本的包扎及加压止血。另外，对于严重外伤四肢使用止血带，头颈躯干使用我们的止血纱布的填塞止血，都包入在课程里面。那初步我们针对于100位的员警做这个种子教官的培训。也因为前几日韩国发生梨泰院的重大事故，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表示，若是出现大量的伤亡，那到场的警察会当直接到做急救，现场有经验的民众嘛会当来协助，这是显示推广急救措施的重要性。那警员伫咧勤务当中嘛有可能会拄到攻击，也是爱到处理受伤的人。卫生局最近嘛采购西部甲指挥带，配合专车的巡逻车，希望会当增加救命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疫情2冬外，旅行业者总算是看到日头光咯。今年的台北国际旅展有71个国家地区来参加。有业者是认为讲，咱台湾的观光产业应该已经度过上困难的时期咯。继上要出场，旅游业甲饭店业一个全力宣传。台北国际旅展这礼拜5要开始，业者看准疫情了后的旅游商机，拢推出促销活动。而怎啊买去上热门的也是日本甲韩国的行程，为了要甲人气诱带，要业者甲团体介绍按照疫情进前的水准。就是希望趁这边旅展冲出一波业绩。通货膨胀的关系，很多东西都上涨，但是由于现在大家旅游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水准，大概还是固定在2019年之前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尽量把价格成本压在我们之前的一个效果。真多业者也伫咧最近开放线顶旅展的预告，因为明年春节来得较早，过年期间5市间的饭店定位也真热门。饭店按算这波销售的餐馆，会让互因的业绩成长20%。围炉宴就是还没有推出，但是都已经订满了。那尤其餐厅，我们馆内有8个餐厅，目前也都是几乎是90%满订的状况。旅游的布洛克观察到，伫疫情了后，祖国的国际航班开始复航，这么机票的价格虽然也无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不过已经有一寡促销活动。民众伫咧买的时阵，会让加找无同管道来做比较。机票价格要比较平稳的话，我相信可能要在明年的第2季之后，我相信才会机票价格比较合理一点。那我可以推荐消费者说，其实有时候你可以看看旅行社的一些包装的价格，因为其实旅行社有很多的包机的动作，所以他们做包机的时候，基本上摊平整个机位的成本。最近因为日本机场人力不够，造成台日有部分航班被取消。旅游部落客观察到，一般会被取消的拢是伫咧2线到3线的城市。若是民众惊讲航班被取消，会当经1线城市去算；要若是飞长程航线，也会避开需要转机的航班，就当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古早无高速公路，所以城里人要去市仔买物件，毋是家己打，就爱靠打工哦。甲米盐这物件盘山过岭，打去市场买。咱来看南投的草屯的北投社区，因着举办一个打工的体验活动，今年已经办第4档咯。后边将来体验打工的辛苦，嘛来了解在地发展。台湾话有一句“鹿港打布社，打米就700”，就是咧讲鹿港的打工去到南投做生理的劳苦。大约对115年开始，鹿港打布社的打工会专工对中华沿海打油盐米这一块，到南投换山珍野味。草屯的北投社区为着要纪念这项传统，逐年拢会办体验活动，顺续推广食农教育。北投的文化姜母的文化拢非常的丰盛啦吼。所以讲，阮今仔办举办这北投布打布社活动，就是讲希望讲咱这个文化会当传承落来，咱下一代啊知影讲北投的历史。除了互囡仔了解古早是安怎下米烹切啊，上介重要的就是要互大家来体验做自己的打工。你会很累？不会。有没有很开心？有。就是传承我们的文化，让更多人知道说北投社区有这个打包虾这个，从古时候就是从外地海边他们挑一些东西过来山区这边卖赚钱。地方上的一些耆老，他把这条以前的鹿港丹埔社的路找出来，那慢慢在媒体曝光以后。很多的人知道有这样子的活动，也都愿意来参与。北投社区鹿港打布社的活动已经办4档了，渐渐成做在地的传统。社区嘛希望透过这款地方文化的活动，乡亲甲游客大家做伙参与，通增加在地认同感和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赛的龙岗的乒乓队哦，因利用 AI 人工智慧的教练来帮助训练。这 AI 教练会用大数据来分析运动员的姿势，提供运动员要安怎改善甲调整的方式。学生选手真专注地甲发球机器发出来的乒乓拍上去。婚礼赛的龙岗的倒球队最近有一个 AI 人工智慧的教练，伊甲运动员拍乒乓的动作，提起和国手的动作比对。分析了后，会使让运动员参考来调整姿势。上传15秒的正手攻球动作 ，AI 智慧教练会帮你评分。那我们以国手的动作为标准，所以我们找了黎希有我们的这个电脑的分析，它是透过这个大数据、这个视觉系统的整个的分析的部分，可以把2个动作做比对。赛的龙岗倒球队的学生也讲，有当着知影家己有问题，不过无法度准确去调整。有 AI 智慧教练来分析，让因对拍球的美感更愈通掌握。一开始在学的时候，他讲完基本上是不会懂。如果现在借由第三方视角下去做调整，应该是会比较好了解。因为从小开始练，但是有时候自己动作可能会错误，然后借由这种分析的影像，然后来去了解自己跟一般专业的选手有什么差别。也有教练认为讲，用 AI 智慧去分析动作，对拄开始学乒乓的人也真有帮助。有一组较符合运动原理的示范动作去参考，会使对这个运动更加熟手。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华东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